建伟，收到你的配合足欢喜的，真多谢你甲我当做朋友。不过咱的环境差真多，你的爸母嘛可能袂支持，以后会安怎，我嘛唔知影。对我来讲，工课稳定，会当好好照顾阮小妹，我就足满足啊。再一摆，恭喜你考调司法官。若是恁厝的人感觉足公平，阮遮熟悉你的人也替你感觉足欢喜的。祝你前途万里，阿顺。